成咧就係嗱，其實講坦白説話啦，講直接坦相講啦。佢因為咧呢一個咧碼頭事件咧，好明顯就得罪咗北京㗎啦。喺我唔同嘅渠道聽到翻嚟咧，都係大鑊㗎啦。唔係咧就咁算㗎啦，亦都唔係話咧而家買唔買碼頭嘅事。長江咧似乎都會成為咧追擊對象。可能呢個係睇嚟咧喺成個政治局面係冇得改變㗎啦。情況咧就同咧田北俊啦係曾經23條投票一樣，係而家係冇得改變嘅事實，搣埋柴嘅。好啦，對於長江啦，點樣面對跟住嘅局面咧？今次進擊嘅寧漢號咧，其實一錘係利用咗今次呢一個首次上車盤偷鐵嘅風暴，一錘直接打咗落去咧，係長江實業嘅眼度嘅。嗱，呢一錘都幾重㗎。第一啦，就係香港政府好少咁罕見啊，咁咧高調地咧係去咧拉人，高調地咧去公佈，高調地咧去交代，好少嘅。呢一個你可以睇成開誠佈公嘅。如果係開誠佈公，喺上年嘅10月點解又唔開誠佈公咧？喺上年嘅8月點解唔開誠佈公咧？大家講講長實首次上車盤成件事嘅歷程，因為我係牽涉其中嘅。好啦，我牽涉其中嘅原因當然係因為精進我呢個親家啦，係咪？我係絕對唔會放過呢個親家啦。呢個親家告我誹謗啊嘛，係咪？喺誹謗過程中咧，佢咧撩起咗我啲記憶。佢寫咗好多咧，就係咧以往我同佢之間嘅往事，咁咧令我記得翻，爭我幾百萬㗎而家，仲爭我幾百萬㗎，我冇追過佢還嘅，因為咧嗰間公司已經咧係清咗盤㗎啦。好啦，另一方面啦，咁我係咪因為有幾百萬而進擊佢咧？唔係嘅，我嘅態度好簡單，就同呢紅磡站沙中線一樣。如果你係玩得過分嘅，即係話咧你好過分嘅，其實咧其他好多嘅總承建商同埋發展商都知道嘅，我哋中科監察咧係會 contact 佢哋嘅，係會問佢哋。如果佢哋咧開誠佈公嘅，佢哋咧係願意改善解決嘅。事實上咧有一個幾好嘅發展商，佢旗下幾好嘅一個承建商咧，都係好開誠佈公嘅。我哋去 contact 佢，發佢啲問題，佢哋咧係主動調查，同埋話翻答案俾佢聽，講翻俾佢聽點改善，俾翻相片，俾翻記錄俾我哋睇，佢哋改善咗。嗱，一個咧我哋從來冇再公佈過俾大家知，個原因就係因為喺建築工程嘅過程中，可能真係關流氓，亦都咧係真係好多人咧唔交價，係真係鋌而走險。但係當如果個承建商或者個發展商係把關把得好嘅話，其實件事係可以解決嘅，因為咧根本就未落成，根本就未驗樓。喺未驗樓之前，仲係一個建築工程嘅過程裏邊，佢哋其實可以改善嘅。但係如果咧對住啲 main contractor，即係對住總承建商，對住啲咧發展商，係可以咁講啦，臭串嘅。譬如華盈啦，曾經管總咧串到不得了嘅，嗰啲咧我就嗱，即係佢嗰隻雷老虎係咪叫做或者雷老鼠係嘛，串到不得了嘅。咁嗰啲好梗係一錘打落去啦，係嘛？打到啲人都唔見埋啦，佢哋人都唔見埋㗎啦。而家連華盈咧都更換咗佢兩個啦。好啦，對於精進咧，就係我認為咧，係成日認為自己啱嘅，甚至下咧就反抗嘅。無論係乜嘢都好啦，就算工商意外又好，其他都好啦。人哋喺報導，人哋報章嘅正確報導，佢都會出個新聞稿咧，話你報導得唔啱，係件事唔係咁，係冇錯嘅。嗱，呢個睇到咧，喺佢嘅眼中咧，喺精進即係話咧，興聯集團嘅老闆潘龍眼中咧，佢係冇錯嘅，佢係完美嘅，佢係建築界嘅典範嚟嘅。實際係咪咁咧？我睇到就唔係啦。我起碼咧係作為一個大分判商，我係睇晒咁多個總承建商嘅管理，我係知道個總承建商管理水平，我係知道個總承建商係點樣決策嘅，我亦都知道個總承建商咧係究竟會唔會包庇偷工減料。好啦，對於呢一個長城首次上車盤，寧漢豪呢個進擊的寧漢豪一錘打落去李嘉誠度咧，其實打得好型嘅。今次咧係唔係單止係就住咧興聯集團旗下另一間公司，當精進俾政府釘牌，跟住好快長江實業旗下嘅所有精進地盤就改名叫卓越天工。嗱，當然啦，精進人或者興聯咧會話俾大家聽，甚至潘龍話呢一個咧就係咧卓越天工唔係我公司嚟嘅。嗱，但係卓越天工咧之前嘅 AS， 即係話之前喺政府登記嘅一個咧係專業簽注，又或者咧佢登記嘅啲公司地址，甚至興聯嘅網站都見到咧對興聯集團嘅一部分，亦都係咧就係精進嘅理論上喺嗰個結構上咧係姊妹公司，無論管理人員咧都係一樣嘅。就算你話咧由精進轉咗卓越天工，地盤裏邊無論分判商管理人員都冇變過，其實都係同一班人繼續做緊個工程。好啦，問題就係咧，而家發現咗，唔單止精進有問題，唔單止冧天秤問題，唔單止咧就喺咧其他地盤出現咧就係一啲死亡嘅工業意外問題，唔單止係工程質量度被質疑，仲出現咗咧就係偷工減料被揭發嘅情況。嗱，呢一個情況咧揭發出嚟咧，你話啦，長江實業嘅樓第一個啦，正面食一定受打擊嘅。個原因就因為咧，今次喺長江實業嘅樓盤裏面發現，仲喺29樓、28樓先發現，係究竟係3樓、10樓去到咧28、29樓，究竟中間幾多地方係出現咗偷工減料嘅情況咧？嗱，屋宇署就為大家派一定心丸嘅，屋宇署就話咧喺主要嗱，佢咁講，主要鋼筋裏邊咧係大概咧係偷咗10% 以內，咁咧就係仍然喺安全係數，即係一般安全係數24至26% 左右啦。overall 嘅安全係數喺24至26%。寧漢豪咧，其實跟住咧都同大家講過嘅，香港咧根據英標而發展出嚟嘅標準咧係越嚟越嚴謹，越嚟越咧要求高，個要求咧甚至係高過咧係現實嘅，所以香港嘅標準而家香港行緊嘅標準，其實咧係可能咧係不切實際嘅。咁咧，寧漢豪認為咧呢啲標準咧係應該咧係要改嘅，係要咧調節嘅。原因就因為我哋標準推得太高啦，而導致個建築成本好高。其實就唔係錯嘅一句説話。咁如果寧漢豪咁樣講咧 generally 咧係啱嘅。如果大家去日本旅行、去泰國旅行，
去大陸旅行，唔好講大陸啦，去日本啦，講睇日本或者韓國呢兩個國家啦，你係睇一啲行車天橋咧，你會發覺嗰條天橋嘅闊度都係4線嘅，個天橋嘅結構咧係會比香港嘅結構咧薄啲，但係因為天橋側邊有一個咧就欄河，你好難見到真正結構。好啦，你睇條柱，香港嗰條天橋嘅柱咧就永遠比咧日本、韓國大咗好多嘅。呢個就係甯漢豪所講嘅情況。好啦，但係甯漢豪係咪100%啱？唔係㗎，因為地質唔同啦，個結構個地基個結構唔同啦，地基原理唔同啦。咁呢一啲咧都會導致咧整體嚟講咧，成個結構咧嗰個咧大小或者結構複雜情況唔同嘅。但係可以咁講嘅，香港嘅設計咧其實係一流嘅，個水平係好高嘅，係的確高嘅。嗱，理論上如果跟咗香港設計圖咧，係一定唔會出問題。好啦，而有另一方面睇啦，係總承建商喺發展商，其實佢哋冇權唔跟呢個嘅結構設計嘅，或者唔跟呢個設計嘅。無論係乜嘢範疇都好，無論係 BFA 即係話萬輔助線，無論係結構，無論係地基，無論係呢個咧土力工程，全部香港都好多標準。呢啲標準咧就係香港獨有，係因為本來我哋英國殖民地本來帶嚟咗英國標準。英國標準同埋譬如國標咧係有好大嘅分野㗎。英國標準同國標嘅出身係一模一樣嘅，係因為咧係開始嘅社會係需要咧係法理法治嘅管制。好啦，個目的都係希望咧係住進呢個房屋嘅人係能夠安全地居住喺個房屋裏邊。呢個就係建築嘅法律、建築嘅標準形成嘅一個咧基礎，就係話所有嘢咧都係希望用呢一個房屋嘅人咧係首先最基礎就係你安全地收個房屋。我冇理由我叫人起間屋俾我，跟住入去瞓覺嗰時間屋冧落嚟砸死我。呢一個咧就係話咧間屋入立咗去唔冧，就係一個咧最基礎嘅標準。呢個基礎標準咧放諸天下，無論咧係去到俄羅斯，無論去到美國，無論你英國，無論中國大陸咧，其實一樣嘅。雖然咧佢哋設計嘅標準基準可能有啲唔同，但係咧其實都一樣，就係咧保障係使用呢個房屋嘅人嘅安全。呢個最基礎㗎啦。呢個基礎翻轉頭咧放諸天下都係啱嘅。譬如咧泰國審計大樓而家出現咗鋼筋、混凝土設計、牆身厚度好多嘅4個正大問題啦。呢4個問題當中係牽涉假文件啦、假簽名啦、冇inspect過inspect啦，又或者咧喺inspect即係話有啲 checking system 度咧係睇唔到問題出嚟。呢個係另一個層次問題。呢個問題咧放喺我哋眼中，我哋希望咧香港我唔知其他地方，亦都唔知中國大陸其他地方，最少香港我哋保護到咧係住呢個房屋嘅人嘅安全。保護安全嘅人咧就唔能夠話我咧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係話咧我自己工程師嚟嘅，我好叻嘅，我識得計數嘅。圖則係咁樣寫，但係我覺得多餘嘅，唔需要咁多鐵嘅，唔需要咁厚石屎嘅，我自己偷到佢。唔得㗎。呢一個喺香港咧係仲係法治之地，我哋咧就係仲係寶貴地咧，我哋仲係跟住法律。如果你話有關政治嘅，有關國安嘅，咁已經係有人大晒㗎啦，咁你唔講啦。咁如果講喺建築技術方面，如果咁樣都唔跟嘅，咁就仆街唔得殘啦，香港唔使行㗎啦，香港冇咗標準，香港就唔再係香港㗎啦。好啦，甯漢豪係一個咧係保守住香港工程界係跟住呢一個咧就係咧香港嘅設計標準、香港嘅法律去起屋，亦都跟住咧承建商管理手冊。政府同承建商關係咧就唔再係一個管治關係㗎咯。政府係一個管理單位，但係承建商同政府嘅合約關係咧，呢個係純商業關係。呢一個咧係金門係因為跌死咗太路，跌咗落海，跟住咧就俾人停工，俾人咧就停止落標。金門就走去咧就係法院告政府，就話政府咁樣錯。法院嘅判決好簡單，就係政府喺呢個層面咧就唔係執行公權力。政府同金門嘅合約關係咧係純粹一個商業嘅關係。呢個商業關係當中咧基礎咧係有 establish 咗，即係話咧係有得公開，而且咧係有白紙黑字嘅文件，就係承建商管理手冊。當如果一個承建商違反咗承建商管理手冊裏邊嘅守則，又或者咧干犯咗承建商管理手冊裏邊應該規管嘅一啲咧係科目咧，佢應該要咧係接受香港政府喺嗰方面咧係進行規管嘅。呢個規管咧就唔係公權力，呢個規管咧係商業嘅管理。呢個咧同一間公司嘅決策，同長江裏邊、同新鴻基裏邊、同新世界裏邊嘅決策一模一樣，就係咧我哋香港政府除咗係執行公權力嘅機構之外，都仲係咧一個咧就係私人機構同人哋咧係簽約嘅一個機構。喺個約咧係用合約嘅形式咧係產生關係。呢個合約嘅背景咧，香港政府呢個官員就係咧跟住承建商管理手冊去管理呢個合約，去管理呢個承建商。當呢個承建商干犯咗個承建商管理手冊裏邊嘅內容，就應該攞翻手冊嘅內容去規管，進行規管。呢啲規管包括咧係停牌搣牌嘅。好啦，問題就在於你睇李家超，睇甯漢豪，佢一直咧包庇住精進。精進咧雖然咧喺私人工程咧係俾人停咗牌，冇得再做牌，但係公營工程咧就政府冇搞佢。結果導致咧到而家都有地盤停緊工，仍然咧係咧一片混亂。呢個點解咧？李家超甯漢豪係咪出嚟解釋下咧？如果你話我冤枉錯好人，我作為一個咧私人機構嘅形式，個法院講得好清楚啦。政府兩頂帽啊，一頂咧官帽，一頂咧就平民嘅商業商家帽。但係官帽嘅時候咧，佢就一定要跟足手冊做；但係商家帽嘅時候咧，佢就係根據呢個承建商管理手冊，佢有酌情權。有呢個酌情權究竟跟與唔跟？好啦，你話喂，如果潘長成日搞精進嘅，成日搞寬容嘅，所以我哋要俾翻啲機會你寬容。寬容咧可能唔咁衰嘅，不過咧就俾咧中科監察咧放大咗。但如果李家超真係咁諗咧，個腦袋咧就真係出問題啦。如果咁樣咁清楚有咁多證據咧，佢都唔識跟個證據咧，咁你點做特首咧？好啦，簡單講。
就係咧政府應該對精進係做緊公營工程嘅牌照都唔應該咧係再繼續俾佢咧碌過。嗱，本來呢個牌照都幾年啫，而家咧精進件事超過咗幾年啦。如果即係話本來啊，如果政府續佢牌啊，都要再續牌啦。而家冇續牌，太六實一路話續緊牌，跟住又唔搣牌，俾佢繼續做工程，咁呢個係咩道理咧？好啦，另一方面啊，佢繼續做工程，其實對香港嘅社會係有利定係有弊咧？嗱，因為我哋見到嘅唔係單止出現咗咧，係喺成個建築界平均嘅死亡率特別高之外，係見到咧工程界其實好多人咧係因為工傷意外死亡嘅，又係工傷意外多嘅。但係精進出現嘅一個咧係意外死亡率咧係特別高嘅。嗱，呢個之前咧有其他嘅媒體咧都做過分析報導。我另一方面啦，喺出啲大問題嘅時候，精進特別多大問題係俾人發現喎。冧天秤，你話有人破壞，有人咧特登整爛你嘅天秤，等你啲冧落嚟。呢個肯定唔係啦，係咪？成個公司如果你做咁多工程，連到一把天秤都冇能力嘅，個天秤會冧落嚟嘅，會砸死人嘅。咁你點樣做工程咧？你點樣去學人做大判咧？點樣叫自己要精進咧？點樣叫自己要卓越天工咧？